娘子，你我新婚以来从未远离，今逢严明，去往平安州公干，留你一人在家。你又身怀忧孕，叫我怎能放心得下？二爷一走，门扉长闭，只有庭前几树梨花伴我寂寥。望二爷要早些回来才好。那可自然。待妾身敬二爷一杯。多谢娘子。什么？怕梨花风娘子休要心惊怕，有道中阳生去，有人家王熙凤，纵然是神通大，怎奈是无有风儿声传于他。但愿如此。禀二爷，来旺来了。唤他进来。是，进来。哎，来喽！二爷要出门，赶来送送行。二爷，星儿奶奶罢了。何事啊？去往平安州的车辆居已齐备，老爷有命，请二爷即刻启程。你先回府，我随后就到。二爷，您可想着早点启程知啊？道了。还有何事啊？二爷，昨晚上差点出了事情啊！什么事情？二门上有两个小厮在那儿混说，谈论起星儿奶奶的事情来了。他们讲些什么？他们说星儿奶奶比莲儿奶奶好，又和气又大方。哎，越说越来劲儿。那时候莲儿奶奶屋里头有俩丫头打那儿路过呀。
又怎么样啊？我心里头一急，急中生智，我就大喝了一声：“呀呆！你们嚷嚷什么呢？吃饱了撑的。”被我这么一嚷嚷，他们就住了嘴，岔过去了。他们未曾听见。他们没有听见。不曾听见呐。啊，来王，有你二爷此番外出，家中之事全交付于你。二爷放心，家里的事情都由我来望呢。来旺，哎你老婆找你说莲儿奶奶叫你呢。啊，哎，我这就去。这二爷，莲儿奶奶找我，我得赶紧去一趟。二爷，您可想着启程啊？知道了。啊，娘子，我就要告辞了。虽然是暂离别，也添牵挂。人虽心已存心，常在此家。别恨离愁难平二爷，你在家时节要为妻侍奉，此番出外，你自己要多多保重。我知道了，告辞了。来往参见二奶奶。听说这些日子你辛苦得很呐、奴才我没干什么事儿啊。没干什么事儿。哎，二爷整天整夜的不回家，你还能闲得住吗？这个奴才干的都是奴才分内该做的事情啊。怎么着？你做的都是分内的事情吗？是奶奶。好，你给我走近点儿说话。哎，再走近点儿。哎，怎么着？你那两条腿有点不大方便吧？方便方狗便。奴才还不给我跪下！哎我问问你，你们二爷最近在外边弄了一个什么人？实说了吧？哎
呦，我说奶奶，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当差，二爷在外头的事情，奴才怎么知道呢？哼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你要知道了，还能拦着别人不让说这个事吗？要是真有什么，就告诉奶奶，别让奶奶生气。哎，是我说，其实这事儿我也不十分明白。那天二门上星儿跟喜儿在那儿混说，这内中的详情，您还是问星儿得了，她是常跟二爷出门的呀。哼，你们这会儿混账王八崽子，都是一条藤上的，还打量我不知道了。快把星儿给我叫来。哎，是了，看看我使唤出来的好人呢。星儿，哎，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？二奶奶叫你呢啊！二奶奶叫我。奴才参见二奶奶。好小子，你跟你们二爷最近在外头做的好事，还不给我直说了吧？哎，怎么着？还有来旺教给你怎么说吗？来旺，哎你就教给他怎么说吧。哎，是，星儿，其实这事儿早就该告诉奶奶了。奶奶说了，只要咱们说实话，奶奶就不怪罪咱们。要是再隐瞒的话，甭说这吃饭的家伙保不住，也对不住奶奶平日对咱们一片好心呐。奶奶，奴才不知道您问的哪件事情，奴才我办砸了呢？好奴才！哎，是了，啊，要你来打，待会儿你打自己的嘴巴还来不及了，叫他自己打。自己打。哎，是，自己打。1、2、3、4，奶奶，我打完了。我问问你，你们二爷最近在外边弄了一个什么新二奶奶？说。我说，求奶奶超生，奴才我再也不敢说一个字儿的谎了。这件事儿头里奴才我也不知道。头2天府里头大老爷去世出殡，二爷和荣哥披麻执杖一路而行。半道上听见二爷跟荣哥悄悄夸赞一个女人，说她温柔贤惠，娇小玲珑。荣哥一听说，愿意出头做媒，给二爷做上一房新二奶奶。二爷一听是心花怒放，这事儿就包给荣哥去办了。接下来就是找房子、弄家具、拜堂成亲，在花枝巷住下了。如今他已经身怀有孕了。他有了喜了啊！听荣哥说呀，8成还是个小子呢。奶奶，哼，好哇，这回咱们家就不怕绝了后了。此事都是荣哥一手给你二爷包办的吗？不，还有甄大爷、甄大奶奶他们帮的忙呢。怎么着？感情这里头还有甄
大爷，甄大奶奶吗？啊，这事儿呢是荣哥起的头，后来甄大爷、甄大奶奶接了手，那张家退亲的事儿就是他们俩干的。什么？这里头怎么又跑出个张家来了？嗨，那星儿奶奶是且小许配了人家，那家姓张，名叫张华。如今的张华穷的都要了饭了，是甄大奶奶许了他的银子，他才肯答应退亲，这才把他从府里送来的。从哪儿送过来的？甄大奶奶府里呀。他是甄大奶奶的什么人呢？他是。哎呦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啊！把一件最要紧的话给忘了。那这位星儿奶奶是甄大奶奶妹子的姨子的奶奶的，奶奶的小。清楚了。这位星儿奶奶是甄大奶奶的妹子，姓尤，人称尤二姐。那
进屋子，这我正是一般布置的好好的。明儿个咱们就亲自去到花之巷登门相请啊！我知道了。慢着，二爷如今还有孝服在身呢，此事还得暂时瞒着老爷太太跟老祖宗啊。我知道了。去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位星儿奶奶。往西横过明门里要看，天有一四的许上门来。
就是莲二奶奶。啊，这就是妹妹吧？姐姐，请坐。妹妹，请坐吧。姐姐，请上，受小妹大礼参拜。哎呦，妹妹，你我都是一样之人，妹妹这么客气，不是要把姐姐我折死了吗？平儿见过星儿奶奶。是。参见星儿奶奶。不敢，妹妹一同请坐。哎呦，不要折死她吧，她原是咱们家的丫头。妹妹，往后你可别这么客气了，把礼物拿上来。这些金珠簪环是奶奶送给星儿奶奶的，多谢姐姐。一点见面礼，妹妹不要见外呀。把礼物拿下去，你们都歇着去吧。是。妹妹，姐姐请坐，快坐下吧。妹妹，姐姐突然来到门前，妹妹一定觉得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吧。姐姐到此，小妹还求之不得，哪有意外之理？不然，想这荣宁二府，人人都说我是个有名的泼辣货，今天突然来到门前，出乎妹妹意料之外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是。姐姐在府里呀，早就听说妹妹忠厚老实，我想你一定为着有我这么一个泼辣的姐姐，时刻担心吧。今天姐姐来，就是特地要让妹妹你亲眼看一看姐姐我的为人。常言说得好，交浅不能言深。姐姐的话呢，也不指望妹妹句句全信，只求妹妹容我把话说个明白。那时姐姐回去，就是一命呜呼，也是名目就全。姐姐不必日此言重，又或教训小妹喜儿恭听。哎，只怪姐姐我呀，年岁太轻，不懂事故，向来呢老是规劝二爷保重身体，别老在外头棉花素柳的。可我这一片痴心，却被二爷错会了意思，反把我当成吃醋撵孙之人，就拿娶妹妹你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也不跟姐姐我说上一声。其实这件事，哎，我不知劝过二爷多少回了，因为我呀，不能生儿子了，我不能叫二爷断了后啊，我早就让他娶上一房，生下个一男半女的，不是连我都有了依靠了吗？
请。就拿平儿来说吧，她呀还是我劝二爷收下的呢。姐姐请茶。妹妹请。也怪我持家太严了，那些下人们呐，他们怎么能不恨我呢？妹妹，你想，当家人多难呐！我要是真的不能容忍，我上头有3层公婆，当中有多少妯娌姐妹，又怎么能容我到了今天呢？就拿曲妹妹你来说吧，要是我真不愿意的话，我又怎么肯来拜见妹妹呢？嗨，说到这儿，我就不得不责怪起甄大哥、甄大嫂子了。他们为了兄弟的香烟后代，把妹妹嫁了过来，这是光明正大呀。此事不管放在老爷太太跟老祖宗面前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？可是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，就是把姐姐我一个人儿瞒的是个水泄不通啊！这不是又给我落了一个恶名声吗？姐姐我怎么受得了那么多的不白之冤呢？妹妹，请你设身处地的替姐姐我想一想，姐姐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姐姐不要伤心。不掉
回来了，二爷回来了，他人呢？直奔花枝巷了。奶奶把星儿奶奶已经接到府里来了。是啊。呀，快请他过来吧。那我去告诉他啊。待我报与奶奶知道。而且他过府来10钱4两，龙儿到奉接他热情非常，吉凶祸福难猜量。是真是假，我要细问断了枪。夫人，二爷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路途之上甚是劳累，这些日子二爷辛苦了。夫人是哪里话来？此番外出公干，一切顺心，适才老爷言道，回头有赏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二爷您累了，先上屋里歇会儿吧。不累不累。二爷，您看什么呢？啊，夫人，对面那
3间房屋怎么焕然一新了啊？哦，你问的是那3间屋子吗？正是。是我早就料到二爷这回办事有功，老爷高兴，说不定赏下一名得意的使女丫头。我这是给您准备好的新房啊。夫人是笑话了，我前去看来。得了吧，你那点心里头的事情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让我给你请出来。妹妹，二爷回来了，快过来坐会儿吧。来了，听见了没有？二爷在哪里？二爷。啊，娘子。姐姐。二爷，我这位妹妹怎么样啊？哦，瘦多了吧？胖了，胖了啊！胖了呢。这么一说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还算交代得过去吧？好极了，今儿个咱们又喝一个团圆酒，就是咱们仨。我要亲自去给你们准备一些可口的酒菜，你们就先谈谈吧。啊，夫人。哎呦，你就快去吧。啊，娘子，你怎么过府来了啊？二爷呀！王熙凤真是我的好夫人呐！
二爷，我是特地来看您来了。罢了。来往啊，有，后边正给二爷办接风酒了。哎，你快去瞧瞧去。是了。回来，哎，告诉平儿，把二爷的接风酒啊，就放到星儿奶奶房里去。是了。待会儿上我这儿来一趟。哎，啊，姐姐不必了。哎呦，妹妹，姐姐一块儿来，干嘛这么客气呢？哎呦，你就去吧。夫人，你要来呀？奶奶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办成了。哦，那张华现在赌场存身，见了面一顿吃喝，无话不谈，现在成了好朋友了。好极了，你马上就去找那个张华，哎，叫他到衙门口儿给咱们家告上一状。啊，告状？嗯，这头一状告的就是我们家的二爷。啊，告咱们二爷。第二状，哎，告的是那边的贾珍、贾蓉。甄大爷荣个儿。告我们大爷的有4句话，哎，你给我好好的记着。是。头一句是背指瞒亲，背指瞒亲，就是背着皇上瞒着父母。哦。第二句是仗势欺人，仗势欺人。第三句是停妻再娶，停妻再娶。第4句是强逼退婚，强逼退婚。告那边贾珍、贾蓉的是挑唆作媒，欺压良善8个字。 8个字，记住了吗？哎，记住了。好，背一遍给我听听。奶奶您再说一遍吧。背指瞒亲，停妻再娶，仗势欺人。哎呦，我说奶奶，您这一告，那二爷他们不都得坐牢去了吗？嗨，你这个糊涂奴才啊！我不过是借他这么一闹，闹大了，我自然会收拾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奶奶，我还是不明白呀，您这一闹到底儿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你就不必多问了。是了。回来。哎，此事一定要连夜给我办好。明儿个我还要叫你到衙门口里去一次，你要把状纸马上给我写好了，快去快回呀！是喽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眼看着我不住，就要平静的呀看一看大观园里全是在水里头中。都不过这小姐人，我还叫什么王媳妇儿？妹妹。我眼就见美脸，
国父来只觉得心情悲怆，难得是一家人共叙家常。妈，我二叔他来了。参见兄嫂。你的新妹婿到了。啊，兄嫂，小弟与二姐之事，全仗兄嫂成全，请上受弟一拜。张兄嫂从容来作证，才使得王熙凤她退让3了分。待等男儿因妹，娇儿养儿的，凤姐的情言还要添3分。从今后是持丈夫刚强戏，有为兄称你的要，只管放宽心呐。启禀老爷，荣国府那边人声叫嚷，不知吃了何事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你过去看上一看。是。贤弟，兄长，我们吃请酒。走，请走，请走。二爷，二爷，哎呀，二爷，大事不好了，何事惊慌？有人把你给告下来了啊！但不知何人所告，就是星儿奶奶的前夫张华，为了星儿奶奶的事，奶奶让您赶紧回去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兄嫂啊！此事乃弟小气中所为，至今还瞒着老爷夫人和老祖宗。如今闹得祸福加之，不但小弟要受罚，就是二妹她也要担着一场惊怕呀！好过张华，我赋予他20两银子，退了这门婚事。怎么，他倒告起状来了？当初我就是此事做不得，你偏偏要做，如今闯出祸来，是被连累到我的头上来了。你也不要吵闹，蓉儿。哎，你前去看上一看，那张华是怎样的告法？爸爸，我可不敢去啊，我害怕凤婶儿。我无用的东西。那张华把您告下了，还把大爷大奶奶荣哥也给告下来了，说这事儿都是你们干的。现在公差让奶奶花钱稳住了，奶奶说你们不过去，他可就要过来了。怎么办？快去快去！啊，大爷，你也快些过去吧。我是不去，叫二奶奶过来。哎，好，不要叫了，不要叫了。贤弟呀，你前去看上一看，打点打点，需要多少银子嘛？义兄送来就是。此事还请大哥你料理一趟吧。你怎么也这样胆小啊，老爷！启禀老爷，莲儿奶奶她挪急冲冲国府来了。哎呦妈呀！这大哥，哎呦！你们不要害怕，我是大伯，她是弟媳妇，弟媳妇敢把大公我，怎么样啊？二奶奶到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来
弟妹是哪里话来？蓉儿，哎，你在此好好陪伴婶娘啊，弟妹，我到下面吩咐吩咐，宽待于你，宽待于你。怎么着，大哥哥打算溜了吗？不溜，不溜。不溜啊，您就请在一边戳着吧。二婶。好一个大嫂子啊！二婶，哎呦，瞧你装着那副可怜的样儿哦，好像谁欺负你了似的。把你那背后做鬼的本事拿出来，不就解了吗？二婶息怒，二婶你不寒息吧？呸！亏你还说得出口“包含”二字。我问问你，你们那尤家的姑娘敢是没人要了，一个劲儿的指望贾家送？难道说这贾家的人都是好的，这普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不成？你就是要往这儿送吧，也得个三媒六证，大家说个清楚，成个体统才是啊。怎么着，国孝家孝两层校服在身，就把个人偷偷的给塞进来了，如今还叫人告我们，连官府都知道我厉害吃醋，指着名的料来提我了。你这个人就知道在老祖宗面前装出一副贤良的名儿，却把这恶名声往我头上套啊！我到了你们贾家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了？你们要这么样的对待我呀？你说，哎呦，你们倒是给我说呀！躲开这儿吧。二婶，你消消气，吧。是啊，弟妹，你消气吧。哼，我明白了，准是老祖宗有什么话给了你们，叫你们设好了这个圈套来挤我出去吧。要不然你们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？请放心，我绝不赖在你们家里头。待会儿咱们就把老祖宗和各族的人都请了来，大家把话说个明白，给我修书，我立刻就走。这会儿对不起，你得跟我上衙门口里去一次，把事情公证清楚。你呀，你就跟我走吧。二婶呀！哎呦，不得！你跟我走，让到衙门口了，婶娘！救命！哎，您快出来吧，您！夫人，你就留下见面吧。
儿磕头去把人情讲。上前又要挨耳光。来看随我婶娘，侄儿我给您跪下了。求二婶放开了儿的娘。婶娘，我说婶娘，婶娘且息怒，听我把话说。二姨妈这桩事，她是从头到尾，由里到外，前前后后，左左右右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您要是闹起来，侄儿命难活。求婶娘，你饶了我，我自打嘴巴，您看着，您看着。婶娘，我打了，我打了，我打。婶娘，哎呀妈呀！老祖宗来了！哎呀，弟妹呀，老祖宗到此定为此事。想这府中，老祖宗最疼爱的就是弟妹。稍时在老祖宗面前，弟妹你要多说好话呀。是啊，婶娘多说几句好话，我们就都得了救了。是啊，弟妹，你就成全义兄了吧。哎呀，你再若不语，我就跪下了。大过天机，大过天机！你们还不跪下呀？跪！哎呦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你们不是欺负我，面慈心软。快与婶娘梳洗，快与婶娘梳洗。适才丫头报道，是官府衙役上门那人，为的是贾琏强娶了你的妹妹。想我家是什么人家，竟做出这样无法无天之事？你们快把石磨亲友与我抢来。沈堂道，我来吧。老祖宗，您先喝一碗参汤，暖暖气，容我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告诉您老人家这一桩喜事。什么喜事？
对，丫头，与这个贫嘴婆也到北神堂来。哎呦，别到了，老祖宗，就让我沾点您老人家的寿吧。什么喜事？快些讲。老祖宗。讲的句句实言。是啊，神娘从来不是假话。是啊，我不相信你这个醋坛子会如此贤良，与她丈夫娶过漂亮的二房。哎呦，我就知道你要说出这句话来。老祖宗，我要是拿出一个真凭实证来，您就没话说了吧？什么凭证？这妹妹就在府中，把她叫来给您老人家一看，怎么样啊？我真要看看。快去叫啊！哎，我去请二姨妈去喽。看起来确实有真凭实证，想不到醋坛子也做了仙人。
进来吧。老祖宗，这就是您的新孙媳妇儿，这是太婆婆，快叩头啊！与太婆婆叩头。抬起头来。过来，过来，快过来！齐全得很呐，凤丫头，她比你还近些儿呢。哎呦，老祖宗，他要是不比我尊，我还能让二爷娶果然是亭亭玉仙女娘，不饶金云秀气堂，聪明不露情，狂扬举止之间见大方，要说是康，不像那宝缠羊鸟，说是手，也不像那林姑娘，是这样不胖不瘦，不高不矮，眉清目秀，娇小大方，一气儿都肩上，只恐怕大官院里要算无双。哎呦，我这妹妹让老祖宗这么一夸，就更好看了。她外表好看且不讲，还看出这孩子也有一副好心肠。你看她含羞脉脉，可怜相，真不像你凤丫头，柳眉倒竖，心眼圆增，或似那孟张飞，手持长矛，一身河段把桥大家来瞧啊，老祖宗把人家比作了美天仙，把我比作了孟庄妃。你们哪里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最喜爱看《三国志》，这三国里面，我最喜爱的就是那个张飞你们莫向我马一想，老眼看人要问那长桥一声，孙子徒儿听我讲，今朝之事莫惊那慌，有你那贤良的姐姐神通过，由她来疼爱你，纵然是老天塌下也无
是家家的人了。想我荣宁二府，咱营门的实力传家，男要孝悌忠信，女要德貌艳功。你虽然相貌不错，只是这个德字，还需小心在意。哎呦，老祖宗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这位妹妹的德行可是再好也没有了。凤丫头，哎我也要支付你几句啊，那您就请说吧。日今莲儿国孝家孝在身，不能远放，必须1年之后方可成亲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老祖宗，赶快找个大夫与他看上一看。待会儿让胡太医到我这儿来一趟。老祖宗，我这位妹妹您看见了，长得好看不好看呢？果然不错。那么说，我没骗您吧？你不曾骗我啊！那么现在您应该怎么样了呢？如今我该做3件事。这头一件，方才错怪你们，与你们赔礼道歉。哎呦，这是怎么说的呢？这第2件，要与凤丫头传名。传名？从今以后，在二奶奶上面加上一个贤字，要叫贤二奶奶。贤二奶奶，这第3件么，凤丫头，方才听你说衙门口已然打点，但不知花了银钱多少。哎呦，您问这个干嘛呀？你告诉我。连衙门口他差人，不过1000两银子。要这许多银子？哟，我们这样的人家少了拿得出手吗？这倒是的是。正儿在这1000两银子，该你们拿出来。孩儿遵命。凤丫头，这3件大事可成你的心么？老祖宗您累了，快回去歇着吧。这才是家门神，不是兴旺。你这个拖拉货也成贤良。多谢贤弟妹，多谢贤二婶，多谢先生娘，多谢贤二奶奶，多谢贤夫人。嘿，王熙凤好像反了常，母老虎变成了小绵羊。杏儿奶奶有了孕，她轻易抓药来回马。大夫刚把府门上，他抓到屋里细商量。
让我抓药别声张，事后毁了这药方。星儿奶奶吃了药，但愿平安无事产儿郎。倘若这药里头有名堂，尤二姐眼发黑手发凉，一条小命见阎王。我抓的药，我毁的方，拿我当作替罪的羊。我家里头还有孩子他娘。
会儿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汤流下肚，怎么就坠了胎了？这！可了不得了，二爷，正好是个男孩子，这么一来，咱们家可就绝了后了。二姐。这回二爷办事有功，老爷赏下来了。赏下什么了？赏了200两银子和一个秋姑娘。什么？秋姑娘？什么秋姑娘？就是老爷边上的大丫头秋桐。秋桐？哎，她是又漂亮又能干又能说会道，老爷特为赏给二爷的。哼，你们二爷的艳福可是真不浅呐！他马上就要过来了。既是老爷赏的，你就好好的把他陪过来吧。哎，是了。好啊，这一个没死，又来一个。我来了。瞧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来了就进去吧。我就这么进去？那不这么进去，还怎么进去呢？你得给我通报一声。哟，难道还要二奶奶下位相迎吗？嗨，你进去一通报，奶奶一点头啊，我跟着就进去，要不那多干呐。好，我给你通报啊。回奶奶，秋姑娘来了。怎么着？我这门太小，她进不来，是不是？
听见了吗？快进去啊！推进门，先闻得一声是后，分明他与我老睡觉童，他是个破拉货，闻名已久。听说他也是我前日未曾休，在此间上上下下我早已看透，谁是好人，谁就要打害臣忠。听说我虽老也是年久，但与他做一个人家对头，我要赶出关，赶路不愁，赶撒也不怕羞，那女儿家第九期不中秋桐拜见二奶奶。你就是老爷赏给二爷的吗？是的。真不巧，星儿奶奶刚坠了胎，二爷不是个心思，这些日子没空办你的事了，委屈你一个人儿先住些日子再说吧。哟，我说二奶奶，这就是您的不是了。我的不是，秋桐是老爷赏下来的，您看在老爷的份上，也该照应照应我们才是啊。你怎么净替那星二奶奶说话呢？那星二奶奶的底细，哎，谁还不知道啊？她那个孩子不知道是姓张的还是姓李的，奶奶稀罕那杂种羔子，我才不稀罕呢。养孩子谁不会呀？过上个1年半载，咱也养一个给奶奶看看，保管一点儿不掺杂。你今年多大
正愁没有一人替我冲锋陷阵，这秋桐来的不迟不早，正是时候。我不免借他的手把那贱人除掉，然后再来收拾他。来吧，哎，进来。来了。哎呀，这来旺冲着贱人的屋子急得什么似的，这小子怕有点靠不住吧？哎呀，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叫他去办，这，先递个话儿给这奴才，叫他知道我的厉害。抓完药，心里头直打鼓，想打听，偏遇见母老虎。奶奶，罢了。哟，我说来旺啊，奶奶，这些日子我看你老是愁眉苦脸的，难道说你还有什么心事吗？没有，奴才有什么心事啊？是啊，这回你替奶奶办事有功，哎，可算得上是奶奶第一个新夫人了。是，往后只要对奶奶忠心，自有你的好处。谢奶奶。要是有什么三心二意的，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哎呦，奴才哪儿敢呢？来旺，有，家里头有什么大事小事，缺吃少用的，尽管告诉奶奶。哎，奶奶不会错吹怪你的。奴才愿为奶奶效力。这就好了。今儿个我正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叫你去给我走一趟。那您就吩咐吧。这回可比不得前两回了啊，就怕你办不了吧。哎呦，奶奶，您又不是让我去杀人放火，有什么办不了的？正是叫你去杀人啊！奶奶，您别开玩笑啊！谁给你开玩笑了，猴崽子！我要你去把那个张华除掉啊！你知道奶奶的脾气，向来做事不留根脚。我岂能把那刀把子递在那张华手里？必须把他除掉，斩草除根。哎，怎么着？害怕了，不敢去了？我不怕，我这就去。回来！哎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奶奶，我还没想好呢。瞧，还得我教给你，是不是？你去找那张华，就讹他做贼，跟他打官司，把他治死，或者找人暗暗的算计他，打他的闷棍儿。此事务必要做得干净利落，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啊！是啦。我好
给我出来！出来呀，这姑奶奶！别没完没了的了，人家都昏过去了。昏过去了，他装死，哪儿那么容易昏呢？见到二爷爷他就好了。哎呦哎呦，你也不怕给人家听见了笑掉大牙呀？二爷不上你屋里去，有本事找二爷去呀！干嘛欺负一个病人呢？咱们都是一样的命啊！把病人领啊，相抗相哟，你们都在这儿了。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，你们都歇着去吧。我在这儿照看着啊。好吧，骑驴看唱本儿，咱们走着瞧。别人养猫会拿耗子，我养的猫专咬鸡。哟，好妹妹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姐姐，哟，这屋子里怎么冷冷清清的呢？哎，这些下人们呐，都是市里惯的。哎，可也难怪呀，妹妹，最近你的名声可太不好听了，大家都在背后纷纷的议论你了。你还不知道了吧？只因你那前夫张华日前告了我们家一状，你的这件丑事啊，就成了府里府外聊天逗趣儿的新闻了。他们都说你呀，在家里头做姑娘的时候就不干净。他们还说了，你跟我们那位甄大爷勾勾搭搭，不清不白。哎呦，别提了，把你说的可够难听的了。这一传十，十传百的传来传去啊，就传到老祖宗那儿去了。昨儿个老祖宗把我叫到跟前儿，指着鼻子的骂我说：“像这样没人要的破烂货，你偏偏捡了来，咱们这荣宁二府是何等人家，怎么能要了这么一个伤风败俗的东西？还不快把这贱货给我休了！”你是来看望我的病情么？是的，这些话儿就是你要对我说的。不错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我瞎了眼，今日才认识，迟了点儿了。哟，这天不早了，我的话也说完了。你呀，你
你就好自为之吧。
受病人，毫不烦心。秋桐，你还不曾睡么？人家没睡，等着您呢。等我做什么？二爷，秋桐是老爷赏下来的，人家都来了好几天了，您就是不理我们。您要是不喜欢我呀，我再回到老爷身边去，老爷倒是挺喜欢我们的。啊，秋桐，二爷也是喜欢你的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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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